我有年了会叫啊，这我有米嘛，打拉朋友嘛那个那了，啊嘛铺啊两啊还铺很那点了，叫面嘛打嘛苦点了，啊嘛打完都面嘛穿嘛打个嘛新年了，嘛那个了那咋头的，啊嘛包的。阿妈有没跑下干呢？老叫你拉头行那个话嘛干了，面的新年面哦，下个新年了嘛包的，阿妈打包的用跑了3年了，阿妈打嘛苦的，明年下个年了，阿妈打包了弄几个比咱面的牛下个年了，俺去咋提莫出摊，啊去会么这个比咱了，俺把俺打哈啥的啥皮嘛咋去了，他西哈地面下个新年了，我有了那我有没些了嘛打包的呢，那人哈包的呀点了。我叫个生意嘛，但嘛苦点早又去嘛咋样了？小去有几面了，没叔叔个小个生意我有米嘛年了嘛到你，嘛个那3年不的得个比你嘛了嘛到不的用怕那3年的，你小朋友呀真个呀，我嘛个到个比咋了喏，个那去什么人里面哦，托你嘛到不了的，用怕那3年嘛到嘛咋的个，你得还用怕个比咋了，得还要顶个。阿妈打咱们的女会乌谈呢，得哈比咱的来了，得哈啥啦，得哈妹妹了，或个多呢，得哈几头个妹了。女生女啊，妈打起几嘛个比咱呀了，不得呢，那头哈比叫你了，妈打几个了，去嘛了，咱们一个人就家吃嘛了，不去呢啦，那不比得比叫你了，个人去嘛了，妈打个呢，咱们有呢，头看个脸呢，妈拿了，打拿了，讲那个了，去的对面了，不离得的，阿妈包的，打包的，阿妈打有么怕那3年了，有个那了。哎呀，真呐，姐姐嘛叫伢了，那还婆嘛，大家要稀罕的，你莫下个谁了，姐姐嘛个比咱们，妈妈好咋的下班了，啥的啥比嘛咋去了，啊，去的莫出摊的，我的啥几点比咱的女的去帮你多了，就帮我有些年了，去的莫出摊头个咋的，啊，不懂弄的个嘛家了，他那下稀罕几面了，才弄嘛弄来咋的嘛咋稀罕几面了，他们俩嘛大包的，又没怕那3年了，啊妈那个了那我有些年。那嘛好，那嘛弄啊嘛打个那3米那个人黑色嘛不了有个那路，啊嘛打那的讲的哈，嘛打那了讲的不是呀，嘛搞我们是呀的，就个不是呀，到没嘛叫啊们搞的搞嘛打搞我们是呀了，嘛那包米呢，嘛那讲的，啊嘛打那啥嘞个呢？那啥嘞个嘛是呀了，搞了他那嘛是呀，到没嘛叫嘛呢嘛打有啥的那。就下个没事了嘛，打不得了，叫俺这个铺啊这个为鸡皮铺出去的那里，妈妈的好体表来体表买来比很拉后头，妈打我下个谁面了，有哈嘛咋比咋，啊都好可啊好啊，那比咱们那都好可以，话得咱们了，都你们我有点那我就是了。我有年哦，有这俺你们个那嘛有个那会打。